折服知識3分鐘。折服咁難，其實我哋有冇一套普遍通用又能夠一定成功嘅方程式去做折服呢？折服嘅難處完全同讀書考試嘅方程式好唔同，唔係讀書咁簡單，因為折服係好考驗我哋嘅慈悲心，呢個都係佛擁有最重要嘅特點。折服人同被折服嘅人之間嘅關係一定好深厚嘅，可能唔止今世先至認識，可能上一世所積聚，所以今世你好難遇到對方，所以要捉緊呢個機會。折服人好需要有耐性，用心思去同埋時間去同對方溝通，去了解對方嘅性格，去關心對方嘅煩惱。我哋自己都要打開心扉去對話，對方係會感受到自己嘅心意嘅。通常對方未必係馬上入信，但千祈唔好將自己嘅自尊心放響第一位，覺得人哋唔聽自己講。其實通常對方仍然有好多佛法問題係未明白，我哋需要再學多啲佛法去解答對方，或者請教前輩，主動啲同對方分享佛法，例如自己嘅勝利實證。對方初時可能會覺得咁啱得咁巧嘅啫，其實對方慢慢越聽越多嘅時候，一定係會被打動嘅。最重要，大家明白，折服係為咗令對方得到絕對嘅幸福，係發自內心嘅慈悲去祈求對方出現，所以珍惜同對方嘅關係，終有一日對方嘅佛界生命一定係會開花嘅。所以千祈唔好將自己視為拯救對方，其實係對方嚟拯救自己嗰個。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一個佛法嘅故事啦。有一個人去行喜馬拉雅山，點知中途大雪，積雪好深，又凍又蕩失路。突然見到前面有一個人，於是兩個人就互相幫助，一起揾落山嘅路。由於山上嘅空氣稀薄，所以大家都唔多說話。佢哋行下，突然見到前面有一個老人家瞓響路面上，好似快凍死。其中一個好心嘅人即刻就背起呢個老人家。咁而另外一個就話啦：你做乜咁蠢啊？我哋都已經冇乜氣力咯，你仲救人？你會死響路邊㗎，到時唔單止你會死，連到老人家都一齊死。不如你就放低佢，我哋繼續落山啦。好心人就話：無論如何，我都唔可以見死不救。於是另一位就唔理佢，自己邊行邊鬧咁樣行落山。好心人係將老人家孭在背上，所以慢慢咁行落山，非常之艱苦。但係因為佢孭住呢個老人家，所以就越行越熱，仲出埋汗添。嗰個快要凍死嘅老人家，因為貼住好心人嘅身體而暖返同埋清醒返。最後好心人孭住老人家，亦都行到落山而獲救，但另一位就被發現佢嘅屍體喺半山。呢個佛法故事係想帶出願意犧牲自己去救人，結果反而自己被獲救，而自私嘅人結果就凍死咗。大家又不妨諗下，自己同過幾多嘅人講過佛法，去實踐慈悲心呢？